你好，4月21號星期二，好多進入財經頻道，我哋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助你更上一層樓。星期一，縱觀美國同埋伊朗嘅談判最新變局，但係亞洲嘅股市已經開始脫穩，繼續咁上升。A 股嘅滬指延續上升，突破咗60日嘅平均線嘅中線多空分界線。港股嘅情緒非常之樂觀，全日都喺度紅盤嘅咁做震盪。目前市場第一輪嘅反彈觀點依然冇變 ，A 股防守線仍然響4020點，唔破呢度嘅話嘅反彈仲可以繼續。如果破咗呢個條線嘅話，市場將會進入去到寬幅嘅震盪。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佢極不可能延長同伊朗嘅停火協議，停火協議將會向華盛頓時間星期三晚嘅時候到期。根據新華社援引伊朗媒體20號嘅報導，伊朗外交嘅發言人就表示，目前暫時係冇同美國進行第二盤談判嘅計劃。伊朗已經決定咗繼續談判，但係就強調呢唔意味住不惜一切嘅代價去談判，亦不接受對方採取嘅任何做法。如果收到美方積極信號嘅話，伊朗嘅代表團將會前往伊斯蘭堡參與會談。根據美聯社嘅報導，伊朗已經決定繼續咁同美國進行談判。伊朗方面已經表示願意向本週派遣代表團前往伊斯蘭堡參加第二輪嘅談判。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巴基斯坦對於能夠促成伊朗參加同美國嘅會談表示樂觀。隨住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停火最後期限臨近，巴基斯坦正在積極同德黑蘭以及華盛頓方面嘅接觸。晚年點樣先可以無憂咁安享天倫之樂？儲蓄淨係揸住現金得唔得？圓滿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可以幫到你涵蓋健康嘅保障、現金流、財富投資、家族傳承。香港有好多款選擇，你有冇選擇過呢？中共央行將1年期同埋5年期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分別維持喺3% 同埋3.5% 不變，為連續第11個月保持不變。摩根士丹利嘅策劃師就表示，因為週末嘅時候，美國同埋伊朗嘅緊張局勢升級，以及福爾摩斯蓋合再次咁陷入到僵持嘅局面，導致到市場謹慎嘅情緒重新點燃。本月早些時候重新佈局亞洲同埋新興市場股票嘅投資者應該開始減少風險嘅敞口。摩根士丹利發表研究報告就話，展望年底嘅時候繼續咁偏好於 A 股，預計中國股市到年尾嘅時候將會大概有5到10%嘅溫和嘅上行空間。重新恒生指數年底嘅時候目標價位係27,500點嘅 MSCI 中國指數年尾嘅時候目標價位係90點。美國媒體歐亞評論就話，當前嘅中國經濟模式正響度被一個更加複雜、富有人性並且均衡發展嘅新經濟引擎所取代。今年第一季度嘅中國貨物嘅貿易進口激增就表明，中國正從世界工廠成功咁轉型為世界市場。響全球嘅貨幣緊縮同埋地緣政治中動盪嘅背景之下，中國進口仍然實現咗近20% 嘅增長，反映出國內嘅工業需求嘅強勁同埋消費基礎嘅日趨穩固，標識住中國為脆弱嘅全球經濟提供咗支撐。星期一嘅 A 股三大指數集體咁由漲跌不一，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指數升咗0.76%，報4082點，滬深兩市成交2.58萬億，超過3400檔股票上升。星期一為港股三大指數集體咁上升，收盤嘅時候，港股恒生指數升咗0.77%，報26,354點。星期一嘅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咁收跌，道瓊斯工業平安指數跌咗0.5%，納斯達克指數跌咗0.5%，標普500指數跌咗0.35%，中國金融指數係跌咗0.33%。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美聯儲觀察工具，美聯儲4月份保持利率不變嘅概率係99%，6月份保持利率不變嘅概率係95%。巴克萊就話，預計歐洲央行將會喺2026年6月份同埋9月份各加息25個基點，之前嘅預測係喺4月份同埋6月份加息。
今朝嘅經濟狀況，尋日星期一上個證券指數升30點，報4082點；香港恒生指數升200點，報26,361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安指數跌咗4點，報49,442點。美元從人民幣對岸價報6.8172，從1美元紐約黃金報4837.49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88.46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252。香港好多進物財經頻道祝你視力運轉，鴻運當頭。